得了，慢点了。大家来排队了，师兄拿馒头啦！每人一个馒头，1碗粥。别急啊，来这边拿馒头。排队啦！来，你拿啊，拿好，拿着小心烫，小心点啊。拿着，每个人都有份儿啊，不要急。来，拿好。给，来，给你。来，拿好，拿馒头。拿好了啊。老太太，老太太，怎么样？人已经没了。大嫂，快喝点粥吧。大嫂，这孩子怎么一直哭啊？是不是饿了？你快喂他喝点奶吧。哪里还有奶？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不哭了，你爹跟哥哥姐姐们都已经饿死了，要不了多久，说不定我们一家子就可以团聚了。大嫂，来，把孩子给我，我帮你哄。你先吃点东西吧。来，给我。好。哎呦，哦，乖，不哭了啊。谢谢小哥了。大嫂，粥太烫了，先吃个馒头吧。乖啊，别哭了。干了，上面有人，交钱吧。拿下！龙珠？什么是龙珠？就是皇上的眼泪，就是您的眼泪啊！说实话，朕自小长大，除了8岁的时候，父母双亲轰尸以外，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
让管家找个奶娘，好好把她养着，好好把她抚养成人。所需用途，我会派人一一送过来。钦差大人真是心善。这孩子虽然父母双亡，很是不幸，但能遇到钦差大人，也是他的福分。奴婢一定好好照料这个孩子。这索大人还得有10日才能把兵给调回来，每迟上1日，不知道饿死多少人，酿成多少人间悲剧了。据我打探的消息，现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灾民涌进太原城，每天都要饿死好几10个。官府来不及掩埋尸体，只能把尸体集中到城外，一把火烧了。龙小弟，我们真的还要再等上10日吗？这10日不知道饿死多少人了。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去把那些私吞的官银官粮全都劫出来，发给老百姓。环妹，大清律例，抢劫官银官粮可是死罪，诛九族的。施主姑娘，就算是在宫外，但这种混话也是不能随便说的。哦，主子，环妹从小就冲动任性，说话不知轻重，请主子恕罪。今儿个我也冲动任性一回，去把刘德昭他们私吞的官银官粮劫出来。当真？你这个皇上带头抢劫官府啊？对，但是我们要想一个万全的计策，不劫则已，一劫必中。你放心吧，这事儿我大哥最在行，我大哥一劫绝对成功。环妹，其实叶欢不说我也知道，你们两兄妹以前闯江湖的时候，必定做过很多违法乱纪之事。你都跟主子瞎说什么了？我没说，他自己瞎猜的。李太医，你不必急着否认，也不必埋怨叶欢。对于你们过往所犯之事，我今日就金口玉言，赦了你们。多谢主子恩典。微臣以前闯荡江湖之时，的确做过一些不法的勾当，但如今是全心全意跟着主子，没有主子的吩咐，绝不敢任意妄为。从现在开始，你的心中不必再有包袱，只管好好的给我谋划谋划，怎么样顺利的劫出银两，救助百姓。臣遵旨。我已经查探明白了，裘贵和整个山西粮商手里，大约囤着20多万担粮食。朝廷调拨的30万担赈灾粮，真正分到灾民手里的，不到1/3，剩下的2/3都被他们官商勾结，给私吞了。所以这20多万担粮食也得等索大人调兵回来，把刘德昭抓住以后再发给灾民。目前我们就先劫一部分发给灾民，让他们支撑到索大人回来以后就行了。眼下城中有1万灾民，离索额图调兵回来之日还有10日左右。若每日每人按1升粮食算的话，10日便是1斗，1万灾民就是1万斗，折合下来便是1000担粮。1000担相当于12万5千斤。我跟易欢再加上随行的侍卫，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么多的粮食从裘贵的庄园里偷运出来，所以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论到这种勾当，你们兄妹俩肯定比我这个当皇帝的有经验多了。龙小弟，你这句话里有骨头，话里有话啊！咱们先说好了，之前的事呢，你要既往不咎；这次的事，是我们奉旨行事，你不许秋后算账。我自然是开玩笑的，我金口玉言，说过的话岂会反悔？什么办法？快说吧。既然不能偷，也没有办法从外地运过来，那么就只剩下一个法子：买。嗨，老板，你有这份善心，那是大喜事啊！裘某和兄弟们也都敬佩得很，对吧？啊，是啊。只是，您祖孙2位可知现在山西粮价的行情吗？每斗米2000钱，1担米呢20两银子，所以这1000担米就是2万两银子。我说对了吗？如今太原的粮价被哄抬到了每斗2000钱，折合成银子就是2两，10斗为1担，那么每1担粮食就需要银子20两，1000担粮食就需要银子2万两。哎，
我们从宫里带出来的还有多少银子？刚开始的时候是挺多的，不过一路上被你东送一下西捐一下的，现在也剩的不多了。那我的那些随身之物呢？全都当了，总能值2万两吧？我的龙小弟，我们是微服私访，怕露出破绽，一切贵重的东西都没怎么带。只有我跟丽嫔娘娘带了一些贵重的金银首饰，但是刨除一眼就能看出是宫里的金银首饰以外，其他的能典当的也只有2000两。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差18000两啊？18000两哪够啊？灾民们不能吃生米吧？柴米油盐可都需要钱，就算一个人发1两的话，那还少1万两左右。那也就是说，我们还差28000两啊？对，28000两。朝廷调拨的50万两赈灾银，真正分到灾民手里的不足20万两，剩下的都被刘德昭和地方官员给私吞了。光刘德昭一个人就侵吞了10万两，其中有5万两在裘贵的庄园里面。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你的意思是，我们只劫银，不劫粮，然后用劫下来的银子去买粮食，对吧？戴老板，裘某还要问一句：你真愿意花2万两银子给那些灾民吗？没错，只要能治好我爷爷的病，再多的钱我都愿意出。好，艾老板，真是财大气粗啊！不过如今是非常时期，咱们商会做买卖有个规矩，只收现银，您看呢？就是啊，这裘老板是不相信咱们艾家的实力，把咱们带的现银拿上来给他瞧瞧。是爷爷，请各位稍等一下，抬进来吧。这里是2000定银，明天早上，在这个地方，一手交钱一手交粮，如何呀？好，艾老板，性情中人，快人快语啊！那咱们可就一言为定了，击掌为凭。这艾老板的为人真是爽快。是啊，来人，送艾老板。就喜欢跟这样的人做生意啊。对，没错。哎呀，龙小弟，你知道吗？为了凑够那2000两定金，我跟丽嫔娘娘把自己所有值钱的金银首饰全都给当了，还有我的一个金镯子呢。放心吧，等锁头回来以后，你当的那些首饰全部完璧归赵，少了一件，你唯我是问。光完璧归赵可不行，我得加上利息呢。行，反正我这个竹杠最好敲。当然了，你就是个大竹杠，棒棒棒！欢妹，别闹了，让主子先回房间休息吧。咱们还得去和侍卫兄弟们商量一下今晚的行动计划。昨晚已经打草惊蛇了，裘贵一定加强了对庄园的守卫，我们需要做好万全之策。不用了，我不累。我跟你们一起好好谋划谋划。今天晚上啊，这个行动我一起参与。陆小弟，你之前不是开玩笑啊？你真的要跟我们一起打劫官府啊？你可是皇上。我看起来很像开玩笑的样子吗？皇上，这样太危险了。危险？我自幼父母双亡，8岁登基，哪一天不是在危险之中度过的？就像上次擒拿鳌拜一样，那不也是在冒险吗？其实我跟你们一样，也渴望冒险，渴望刺激，只不过身在禁宫不得自由罢了。再说了，这一回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当侠盗的机会，我可不能就这么错过。
这是裘贵庄园的前门，这是后门，中间的花园还有一道暗门，这是粮仓，这里是银库。龙小弟，喏，给你准备的夜行衣，换上吧。好啊，我终于也有机会当一回侠盗了。李大夫，给我更衣。主子，万万使不得呀！以您的身份，怎么能跟着他们去打劫官府呢？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奴才万死难赎其罪啊！你啰嗦什么呀？我5岁就开始习武了，一直都英雄无用武之地。今天晚上我正好试试我的本事。公公放心吧，有我兄妹在，一定会保证主子的安全。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大不了我们放弃此次行动，绝对不会置主子于险境的。李太医，你这话说得轻松，那裘贵庄园内机关重重，你凭什么保证主子万无一失？再说了，要是给太皇太后知道了，你们居然怂恿皇上打劫官府，而我又未能劝阻，那咱们所有人都要人头落地。行，我不去了，你先起来吧。谢主子体恤。得罪了李公公。你这个老东西，老在我耳边聒噪，我又不是小孩了，真烦人。李公公，暂且在这里好好休息吧，我们速去速回。我事先鼓动了大批灾民到府衙和城中各大户门前闹事。刘德昭调集了大批的兵力，正在忙着驱赶灾民。这边的守卫就只剩下裘贵自己培训的家丁了。哦，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做得好。等一会儿，巡逻外墙的守卫换岗，会有很短的一个时机。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冲掉那边的转角。那里是一个视线盲区。好。该你们去了，该你们了，来，你们去吧，来，前点，来了，行吧，来，快，冲过去。龙小弟，紧张吗？紧张，但是好刺激啊！江洋大盗还挺好玩。带上。主子，千万别孩子气，这可是杀头的勾当啊！每年有多少盗匪，要么当场死于非命，要么被官府抓住处以极刑。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能够一再得手，但是久走夜路，哪能不湿血？最终都是难逃一死。哎，呸！你怎么老说这种不避讳的话呀？死的，我们才刚开工。第一组10位兄弟已经得手了，藏在墙头高处的暗哨已经被解决了，我们可以翻墙进入庄园了。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探探。老大，你们刚刚不用把我架上来的，我平时也练过轻功，我自己可以的。你以为你是真龙啊？你还可以自己飞，得了吧你！记住我平时教你那些轻功的方法啊，下次没准能用得上，知道吗？知道了，老大最厉害。当然了，要不然怎么我是你老大呢？我怎么觉得浑身有点痒啊？哎，是不是有人啊？主子别担心，他们是咱们从宫里带出来的侍卫，这2个是第2组。主子，我先带他们去解决守在银库门口的几条狗。欢梅，你带着主子来银库来跟我会合。路径图都记清楚了吗？当然了。这庄园的路径其实是一个迷魂阵，千万不要走错了。看不起我啊？不可大意，你自己走差了不要紧，以你的轻功自然能够脱身，可是主子就危险了。我是老大，我肯定能保护好我的龙小弟的啊。你们小心一点，我先走了。从现在开始，紧紧跟着我的步伐，一步都不能落，知道吗？知道了，老大。走。来，怎么了？
该是这边，走。那到底往左还是往右？好像是往左吧？你确定？不，往右，往右，你有点迷糊啊。那好吧，我不懂这个机关阵，还是往左吧我。听你这个老大的。这啊，咱们是不是又回到原地了？好像是。老大，你不会学艺不精吗？把这迷魂阵你都给认错了。我只是稍微失误了一下嘛。这回肯定没错，往右转。不是老大，你确定不是往中间吗？我是老大还是你是老大呀？你宫里老师教过你阵法吗？不是，我是没学过阵法，可是你哥哥刚才给的地形图我是看过的。我记得走到这个位置以后啊，似乎是往中间走。你看似乎，这说明你也不确定。不是，我是记得该往中间走，但是你又说是往这边，我就不确定了。不确定是吧？我是老大，听我的，走。那。我确定，我们又回到原处了。我也确定这就是原处。不是，老大，我现在总算知道你为什么总不说你的师承来历了。感情是你的师傅们从来不让你在外头打他们的名号吧？你怎么知道的？不过我师傅说了，说我天资聪慧，一点就通。我只不过差那么一点点的认真和努力。你哪是差那么一点点的认真和努力啊？我跟你说，你师傅没被你气死，也算是上天垂怜了。不许取笑我，朱哥哥老取笑我，你不许取笑我，我是你老大，知道吗？好好好，小弟不敢取笑老大。老大，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你刚才不说往中间走吗？啊，那就听你的呗，中间走走看呗。那走吧。走。哎，你们谁呀？可以啊，反应够快的啊！其实挺害怕的，看得出来了。胆小鬼！鬼呀！出鬼！老大，你胆子好大呀！我就是怕鬼，其他我什么都不怕。是吗？是啊。喂，你们俩在干嘛？偷懒是吧？快来人！朱哥哥，还好你来救我们了。我看你们迟迟不来，我就知道你一定又犯糊涂了。前面挡路狗已经被我解决了，离他们换班还有半个时辰，抓紧时间。小心点。我来。朱哥哥，你太厉害了，你一下子全都搞定了。你呀，以前上课老是偷懒，现在知道自己学艺不精了。哇，这么多银子啊！哇！罗小弟，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幸亏你反应快，不然我现在只怕朱哥哥，对不起，刚刚都是我大意了。主子，你没事吧？
啊，我没事，没事，没事就好。你先通知外面的侍卫兄弟进来搬银子，我再检查一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机关。注意安全。朱哥哥，对不起啊，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别再生气了。你以为我生你的气，是你不小心触动机关吗？没想到，在最危险的时候，你最先救的，竟然是他。你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啊？那你也太小心眼了吧？你看他武功不行，所以我肯定要先救他嘛，我得保护他嘛。你从小在我心里就是最强的，你也肯定能保护好自己啊。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同时遇到危险了，我第一个救的肯定是你，再救我自己。你呀，来，快点，快点，快点，能装多少是多少，快！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啊！痛快，真是太痛快了！今天晚上的经历真是太刺激了，我必将终身难忘。哎呀，可惜不能让史官把今夜的经历全都记入史册，更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了。要是让她知道了，肯定有说把你带坏了。那可不就是你这个老大带坏我这个小弟的？嘿，你现在是赖上我了是不是？那好，不赖你，不赖你啊！老大辛苦了，等回宫了以后呢，我就重重的赏你。赏我呀？赏我什么？你说个数。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也不能狮子大开口。500两，300两，200两成交。你越来越小气了，你不会赖账吧？我发誓，绝不赖账。我以我本人做担保。我要是赖账的话，到时候我就把我这个人赏给你。哎，算了吧，你一次用膳就要吃上上百道菜，我可养不起你。如果你要赖账的话，我自认倒霉呗。李太医，今天晚上真是辛苦你了。我真是没想到，身边还有你这样一个全才，不仅医术好，武功好，还懂得机关阵法，懂谋略。让你做一个太医啊，实在是太委屈了。等回了宫以后，我一定好好提拔你。主子，其实今夜此次行动能如此顺利，并非臣有多厉害，而是臣的运气好，事先得到了裘贵庄园的机关地形图和卫队巡逻表。你能得到如此机密的东西，是裘贵身边有人给你做内应？是。看来真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啊！我一定要做一个有道的天子，不能做一个无道的昏君。龙小弟，我相信你。李公公得罪了。主子，你终于平安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奴才也要吓死了。李德福，这件事情你得替我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太皇太后，要不然我就砍了你的脑袋。只要主子能平安回来，这件事情奴才就当不知道。艾老板真是一个爽快之人啊！真是没问题，又财大气粗啊！哎，这样也没问题，对，说没错。艾老板大手好。老爷，银子都验过了，都是成色十足的官银。好，艾老板，真是诚信之人呐！我们商会已经准备好了1000担粮食，就在码头仓库里。如今银子已经交割完毕了，可以放粮了吧？那是自然啊，去，带着艾老板的手下到码头交割一下啊。是，好的。跟我来，请，这边请。哎呀，艾老板，真是大善呐！您行此善事，上苍必定眷顾。
此次劫难一定可以安然度过。裘某在此先祝愿艾老板早日康复了。多谢裘老板吉言。我在府上已经设下了酒席，艾老板上个光，也让裘某尽一尽地主之谊吧。好说好说，倒是让裘老板破费了。老爷，不好了，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慌什么？说，庄园进了盗贼，银库里的银子少了整整3万两。这3万两？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昨夜，庄园进了贼，盗走了3万两银子。你废话你！啊！这么大个事，现在才来报？报了，今儿4更天就发现出了事儿。庄园管事马上派人给老爷还有巡抚大人报信儿，可等到5更天没见回音，庄园管事就派出了第2批、第3批人报信，可还是没有回音。庄园管事意识到事情不妙，便让小人骑马绕行了10几里前来报信，这才顺利进了城。哎呀，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艾老板，我那几批送信的人，不会是让你的人给劫了吧？你说呢？这么说，这批银子是从我庄子上劫的了？你说呢？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去，把这件事报告给巡抚大人。是，来人，把他给我拿下！把他们抓！别嚎了，你外面那几条狗早就被我大哥解决掉了，嚎也没用了。你。爷爷，咱们不能把银子都给他们留下来。把银子全都抬出去，交给李护卫发放给灾民。走吧，松儿。等一下。爷爷，我想了想，应该在这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脸上留点墨宝，也相当于给刘德昭那个狗官下了战书了。意下如何？这倒挺有趣儿的。别动！再动的话，拿刀在你们脸上刻字了啊！这边再写一个字啊！都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好了。哎呀，不错不错，写完了。行了行了，别鬼叫了。知道我爷爷是谁吗？告诉你们，我爷爷的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最好在你们脸上永远不要洗掉。给你们还有刘德昭敲个警钟，知道吗？走吧，孙儿。走吧，爷爷。慢点啊，爷爷。
好，谢谢啊，终于有吃的了。艾老爷，谢谢您。艾老爷，您可是活菩萨呀，是吧，乡亲们？各位不必谢我，其实我也是皇上指派下来赈灾的。你们手上拿的粮食和银两，全都是朝廷调拨的赈灾银和赈灾粮。接下来，朝廷还会有更多的赈灾计划，帮大家重建家园，度过灾年。谢谢皇上，谢谢大家。朱哥哥，灾民们暂时得救了，你怎么不高兴啊？灾民得救，我自然是高兴。可如此一来，却是在帮康熙和大清朝廷收买民心了。大人，干什么呀？你们这是？老爷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时间吗？大人，舅老爷的库银被盗了。你说什么？银库被盗了？不仅被盗了3万两银子，还有1000担的粮食，也被那帮人分给了灾民。待卑职得到消息赶到码头时，那帮人已不知去向。消气，这些刁民，这是要造反呢！去看看。老爷，闪开！闪开！呀！你慌什么？老爷好着呢，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慢慢说。顾儿和那几个商人被人给绑了。啊！看看去。走。顾儿啊！你知道轻点。顾儿啊！这是哪上着了？怎么不起来？这人怎么了？啊！哪个不要命的干的？你到底出啥事儿了？你倒是说话呀！你别吓我！你这是怎么了？来，先起来说啊！先起来！别碰我！我儿啊，怎么回事？谁干的？兴爱，以前没打过交道，京城来的客商。看见了吗？看见我的脸了吗？让我抓到他！我扒了他的皮！刘德昭，这事你必须得给他做主！你看看他这脸，这脸都成这样，他怎么见人？他怎么活呀？你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什么时候被人这样欺负过？我跟你说，这事你要是不给他做主，我跟你说，以后你就甭想来了！别好了，成何体统啊！有事回家说去。这真是的，吃了雄心豹子胆，居然敢在我小舅子头上动土啊！若是让本官抓住，非得给他碎尸万段了，扒了他的皮，给我喂狗去！你听见没有？这喂狗！娄小弟，这杯酒我敬你，谢谢你为了老百姓，肯跟我们一起铤而走险。老大，这杯酒应该是我敬你和你大哥才对，要不是你们兄妹俩的话，我还不知道有多少大清的子民要惨遭刘德昭和这些贪官污吏的迫害。我现在一想到刘德昭跟裘贵那副嘴脸，肯定十分狼狈，我就觉得特别好笑。可是我笑不出来。
这次出巡以来，我见到了太多平常在宫里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在想，如果我们大清的官员每一个都如此贪赃枉法的话，那我们大清的江山还能长久吗？看到那些灾民收到一点点赈济的银两，就三呼万岁。说实话，我很震撼，也很惭愧。我们大清的百姓是多么的善良，对官府的要求是多么的低微，而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是多么的失职。龙小弟，为了刚才你说的这番话，我再敬你一杯。易欢呢？康熙心情大好，拉着易欢陪他喝酒。他们现在正在院中饮酒赏月呢。大师兄，小师妹跟我一样，都是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你千万别介意。我知道，我会克制我自己的。太子，其实这次的行动我是一直不同意的，但是你却一意孤行。一来你们出生入死，倒是帮康熙收买了民心；二来你在康熙面前暴露的太多了。虽然康熙表面上嘉奖于你，但是内心也难免不会对你和易欢起疑心啊。我明白，但是我别无选择。康熙身为大清的皇帝，为了灾民都可以去冒险一搏。如果我为了一己私利而畏首畏尾的话，那在欢妹的心里，她会怎么想我？易欢怎么想你和康熙，这并不重要。你所做的那么多，难道就是为了讨一个女人的欢心吗？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我没忘，我也不是为了讨易欢一个人的欢心。六师傅，就如康熙为那些饿死的灾民落泪一样，那是他身为当今天子的良知。而我作为大明最后一个太子，如果连这点良知都没有的话，那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跟康熙争这个天下？师父，大师兄说的对，正因为他是大明的太子，他才必须心怀天下呀。幼稚！这古往今来，有谁打天下靠的是妇人之仁？想要心怀天下，那我问你，你怀的是谁的天下？是爱新觉罗的天下，是大清的天下。你想要心怀天下，就必须要先打下天下，你才有这个资格。六师傅说的是，徒儿受教了。龙小弟，你可认得此字？这不就是龙字吗？那你可知此字何意？老大，你是要考小弟的学识吗？那小弟可能会比老大你强上那么一点点。这龙字啊，本意是指能带来雨水的神物，在此呢，则既指春天的雷雨。耳者闻也，耳与龙联合起来，表示耳朵听到春雷声。本意指这个年老耳背的农夫啊，平常无法与人交流，但在春分时节，他能听到春雷响声，便知道该下地播种了。后来慢慢变成现在的意思，指称别人耳背的毛病。龙小弟，若论这番学识，我自然是不如你。但是今天我想给你讲另外一层意思。你看这个龙字，是龙跟耳结成的，这个龙
指天子，意思就是说，其实天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民间的疾苦是听不到的。多谢老大指点，对小弟来说，犹如醍醐灌顶，顿生觉悟。此次出巡以来，我这双耳朵总算是打开了。等我回了宫以后，再也不会让我这双耳朵变成白蛇。龙小弟，一言为定。为了你这句话啊，我再敬你一杯。下雨了，哈哈哈！最近雨势还挺大。看这个雨势，山西的旱情应该能得到缓解。这都是主子您宅心仁厚，感动了上苍，所以上苍才降下甘霖，拯救万民呐。想不到这场雨一下就是3天，真是一场及时雨啊，缓解了山区的旱情。这场雨虽然缓解了旱情，但是错过了播种的季节，灾民们仍然需要救济。我知道，我会让朝廷继续赈灾，让灾民们平安度日，直到下一个收获季。龙小弟，看来你这双聋耳真的打开了，能听见民间疾苦了。主子，咱们还是少在外面走动吧。前些日子发生那么大动静，一定会惊动官府。索大人出去调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万一在这个时候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可不得了。我想看一看刘德昭他们会如何行动。再说了，那日我们都易容了，他们认不出来。就是嘛，你要对我的易容术充满信心。主子，你看现在街道上，这个灾民比以前少了很多，多半是他们领到了钱粮，又看到旱情得到了缓解，所以都回家去了。只是这些钱财还完全不够，有一些住得偏远的灾民，还有一些老弱妇孺，就完全没有得到救济。主子，像那样的行动可一不可再，还是等索大人调兵回来，拿下刘德昭这个贪官，再安排可靠的官员，严格执行朝廷的赈灾计划，才是长远之计。说的有道理啊。我跟你说，听说前些天有人在码头上给灾民们分粮分银。哎，龙小弟，咱们都成了官府通缉的江洋大盗了。多亏了他们呀！怎么会像是铁匪呢？活菩萨呀！是呀，哪怕是活菩萨，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这劫了官粮官银，可都是杀头的罪啊！是啊，就咱们老百姓最可怜了。逆来顺受是个死，这官逼民反还是个死啊！你说他们这些好人都被抓了，多好的人生太可怜分粮了。老百姓真没有活路了。待我回宫之后，一定要将刑部那些盗案
发回重审。只有那些真正打家劫舍的盗案，才判死罪；而那些被无良贪官逼得走投无路的囚徒，全部从轻发落。龙小弟，你简直太圣明了！怎么了？他不过是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你就这么容易被他感动了？你不信他说的吗？我觉得这次来山西对他感触挺深的，他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只怕他的真心，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你别看他现在义愤填膺，对官逼民反的百姓充满了同情，但只要回到了紫禁城，他的心境和立场立马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他最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朝廷的权威和自己的龙椅，而不是百姓的疾苦。朱哥哥，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怎么那么失落跟害怕呀？环美，我知道你对康熙充满了幻想，但将来你就会慢慢明白，他绝对不可能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让开，让开！官爷，求你再仔细看看这画像，和老朽只是略有几分相似。闪开，闪开，闪开！这3个人看上去跟老实巴交的，哪有胆量去劫官粮官银啊？就是啊，看他那个小身板，个个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就算有那个贼胆，也没那个能耐呀。行，这3位活菩萨神龙见首不见尾，给灾民发放完钱粮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肯定是有来历的高人啊！就这帮饭桶，只知道欺压老百姓，他们哪有本事去抓人呢？就是啊。还不是只能找几只替罪羊上去交差呀？可是这3个人只是跟通缉的要犯长得有点像，当官的无凭无据的，能随便判人死刑啊？要证据还不简单吗？这帮官老爷哪个不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的能手啊？这可是死罪，这犯人不认罪，当官的他也能硬判啊。嗨，只要进了公堂，还由不得你不认罪啊！3步之下，何共过去？对，到了秋后，3颗人头落地，这案子就了结了，官老爷又可以高枕无忧了。走，咱们去看看，看看巡抚大人。看看去。对，走。龙小弟，怎么办啊？他们不会真把无辜的百姓屈打成招吧？咱们也跟上看看去。也不知道要怎么审。来，咱们过去看看。走，快点！跪下！上面！主子，现在怎么办？临出来之前，为了预防万一，我把那道圣旨带了，要不然以钦差的身份进去问一下。不急，咱们先看看这个刘德昭怎么办这个胡乱。这也不让我们进呢。走。王13胡二狗谢大牛，你们说你们并未劫粮劫银，可是为什么从你们家中搜出了失窃的官银跟粮食？讲。大人呐，小老儿实属冤枉啊！那些粮食和官银，不是官府赈灾分给咱们灾民的吗？那夜在码头取了好些个灾民，每人都分到了1斗粮食和1锭银子啊！大人，大人，小人更冤枉啊！那夜小人听说有活菩萨要在码头上给灾民们分钱分粮，本想赶着去的，不料小人的娘子摔了一跤，把怀了3个月的孩子划掉了。等小人安顿好娘子，赶到码头，银子和粮食早就分光了，活菩萨也不知去了哪里。小人的家中穷的只剩下4面墙了，也不知差爷们怎会在家中搜出这些粮食和1锭银子来。大人，大人，小人冤枉的。小人那日夜里在家照顾病重的老娘，赶去码头也去得晚了，什么都没分到。哦，金嫂，有人拿着画像在小人家门口望了几眼，问了小人几句话，随后那人便送了小人1袋粮食和1锭银子，小人正感激不尽。
赶紧去给我那快饿死的老娘熬粥。谁想到，还没等到粥熟呢，这时就来了几个捕快大人，硬说小人是盗抢官粮官银的贼啊！大人，小人实在是冤枉。我算看出来了，他们是拿着画像对比，看谁长得像，就抓起来栽赃。大人要明察，大人明察！大胆的刁民，你们竟敢诬陷本府的公差！来啊，传证人！带证人！这架势，我看着都害怕，何况寻常老百姓呢？参见大人。好了，都起来吧。谢大人。主子，他们脸上那些墨汁啊，是我之前加过药的。要是想洗掉的话，除非搓掉一层脸皮，不然的话，1个月都别想洗掉。这些梁上丝毫没有吸取教训，脸上的字还在，却又在陷害无辜百姓了。他们竟然如此不知悔改，将来我便命人将这些字刺在他们脸上，除非他们撕掉脸皮，要不然一辈子都洗不掉。真的？那就太痛快了，这就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你什么意思啊？我也是恶人。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古往今来哪个皇帝不杀人啊？一句话不就血流成河吗？难道不是最大的恶人？环美，就算主子说了，在宫外可以畅所欲言，但你也不能不知轻重，胡乱说话。我知道了。龙小弟嘛，宰相肚里能撑船啊，更何况你是皇上，所以你肚里可以撑100只、1000只，可以撑上万只啊，所以你肯定不会跟小女子计较的，对不对？哎，行了，别说那么吵，我都听不清公堂上的动静了。哦，你们几个证人，认一认前面这3个，他们可是那日打劫你们的匪徒。没错，大人，就是他们。好，你们先下去吧。是。大人冤枉！大人冤枉！大人冤枉！冤枉！大人！王13， 5个人都指认你们，你们还有何话要讲？大老爷，老朽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大人，这是我等从那3人家中搜出的迷药。这些迷药和米道府中守卫的那些完全一样。大人，大人，小人跟老娘经常挨饿，早都不想活了，就连买包老鼠药的钱都没有，哪里来的钱买迷药啊？大人，冤枉啊！大人，大人，小人和娘子也饿了好些天了，家中若有迷药，早就不管这么多，先吃下去了，哪里还能留到官员们来搜啊？大人，冤枉啊！大人，大人，大人，卑职刚刚在高级药铺调查到，王13前些日子曾去药铺买过药材，这些药材正好可以配出强效迷药。这是高级药铺掌柜高老师的书证，大人请过目。哎呀，谢大牛、胡二狗，你2人没钱买迷药，那这药一定是王13配好后送给你2人的，对吧？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大人！小人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王13啊，大人！是啊，
小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您说的王13是谁呀，大人，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大人！老爷，小老儿前些时日确实到高级药铺买过药，只是想配一些迷药药兔子，怎敢拿这些药去药人呢？大老爷，更不曾把这些药分给2个不认识的人呢，大老爷。真没想到，他们连相关的伪证都做好了。看这手法，简直是轻车熟路。看来他们早就商量好了，如果找不到我们3个，就要拿这3个无辜的百姓顶罪。你们这些个刁民啊，人证物证俱在，还敢抵赖？冤枉啊，大人！冤枉！还不赶紧给我速速的招来！你们是如何勾结江洋大盗，盗取府库官银的？大人，小民冤枉啊！明察呀，大人！一群刁民，刁民！事到如今还敢喊冤？好，来人呐，每人重打30大板！大人，看你们还敢随意吗？打！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大人！你干什么呢？要干什么？龙小弟，武功长进了吗？那是，跟了老大这么久，总得学点本事不是？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们家大人奉旨前来山西查案，还不赶紧让你们巡抚大人出来迎接？你们真是钦差大人？圣旨在此，还有假吗？哇，一道圣旨这么威风啊！老大，这个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龙大人，刘德昭恭迎钦差大人。早就听说龙大人到了舒大人的府上，本该前去拜会，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走不开呀。早有耳闻啊，这山西旱情严重，刘大人一边忙着赈灾，一边忙着缉捕盗匪，确实是忙得很呐。龙大人此次来奉旨调查舒大人遇刺一案，不知办得怎么样了？今日龙大人来，可是想让本府助你一臂之力？确实是需要巡抚大人相助之处啊。本府定当全力配合。哎，不过龙大人，你也看到了，本府现在正在审理一起盗匪之案，不如这样，龙大人先暂时去我的后堂歇息，待本府办完此案之后，再到后堂听龙大人通报舒总兵遇刺一案的案情如何？刘大人，这3天前夜里发生的重大盗匪案，没想到今日就抓到了匪徒。刘大人的办案效率实在是让我钦佩。刘大人，不知本钦差是否可以在此旁观刘大人审案呢？龙大人呐，你不过是奉旨来查办舒总兵遇刺一案的，这盗匪之案呢，与舒案呐，没有任何之相关联。哎呀，若是要旁听的话，不太合适吧？刘大人，本钦差只是旁观而已，绝不干扰刘大人办案。再说了，等本钦差回了宫以后啊，这皇上问起在山西的见闻，我也好将刘大人的这高效办案的美名上达天听啊！哎呀，龙大人若是执意要旁听的话，那就堂上请。哎，请，请。刘大人，这3个
就是劫银劫粮的盗匪吗？不错，现下人证物证俱在，可是他们抵死不招。大人，老朽实属冤枉啊！大人，刘大人，不知有何人证物证，可否给本钦差瞧瞧？冷大人，你可是奉旨前来查办舒总兵遇刺一案，好像这个案子与你的案子没有任何关系吧？你只静静的旁观就好了。这具体的案情，本府无可奉告。王十三、谢大牛、胡二狗，你们现在可愿招了？冤枉啊！大人，冤枉！小民冤枉啊！好一帮刁民，看来不动大刑，尔等是不会招供的。来呀！大刑伺候！大人饶命啊！大人，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大人，饶命啊！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们是抵不了赖的，还是老老实实的招认了吧，免得再受这皮肉之苦。大人，老朽自打进了这个公堂，我就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出去了。老朽经不起如此大刑，老朽冤招啊！大人，胡二狗、谢大牛，你们呢？小人冤枉啊！大人。王十三，你就先招吧。大人，我招。大人，老朽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招些什么呀。好，你们3个人那是办不了翻墙入室劫官银官粮的大事的，你们必然还有其他的同伙，而那些同伙也必定不是普通人，那些人应该是盘踞在牛角寨上的潜明余孽，才会如此的胆大包天，是不是啊？大人，您说是就是吧？那你就将如何勾结牛角寨贼人的经过，如实的招来吧。这经过，大人，老朽年老昏聩，这经过我实在是记不清了，就以大人调查的为准吧。好，那么你再想想，你又是如何联系胡二狗和谢大牛，去给牛角寨的匪徒做接应的？这位老伯，你我素不相识，你要认罪是你的事，可不能胡乱拍咬我们呢。前日我家娘子刚刚流产，还等着我回去照顾她呢。这位老伯伯，我家里还有瞎了眼的老娘等我回去照顾，这盗抢官粮官银可是死罪啊！大人，老朽无儿无女无家产，我死不足惜。可是我与这2位小兄弟素不相识，你要让我胡乱指证，小老儿我心里实在是不安呐。看样子你还是没想明白呀。来人呐，在，让他清醒清醒。大人，老朽冤招啊！大人，这案情经过，您比老朽更清楚，就请你们代老朽写下供词，让老朽画押便是啊。这就对了。
来人呐，在，把王13押下去。是。大老爷，走，你们关闭民房啊！胡二狗、谢大牛、王13都已经招了，你们还要顽抗吗？罢了，胳膊拧不过大腿，被砍头也比这么活着受折磨的好，反正都是个死。小人愿招。有劳大人转告小人娘子，小人不能陪他白头到老了，让他自行改嫁吧。你就放心吧。来人，在，把胡二狗带下去。是。走。哎呀，谢大牛，就剩下你一个人了，怎么着啊？你们这些狗官，简直丧尽天良！就算你们有本事瞒得过朝廷，瞒得过皇上，你们也瞒不过老天爷！住口！来人，把他的嘴给我塞上！是。慢着，贼什么嘴呀？他不是愿意骂吗？你让他骂。谢大牛，我告诉你，皇上远在紫禁城里，你就是把喉咙骂破了，皇上也听不见。现在呢，我就给你一次机会，你是直接画押呢，还是领教我这堂上诸般的刑法之后再画押呢？狗官，你不得好死！动刑！慢着，不能动刑。刘大人，想不到如此一起惊天大案，你们居然是如此办理的，真是让本钦差大开眼界。龙大人，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此地民风向来是彪悍奸诈，这几个人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不过是想博取龙南的同情罢了。尤其是这个谢大牛，他爹曾是牛角寨上前明余孽中的一员，前2年刚被判了腰斩，而且那起案子就是谢大牛他娘亲自出手的。可是我实在没有想到啊，如今他谢大牛长大了，仍然与这牛角寨暗中勾结。当初我娘出手，害得我爹被腰斩。我一直以为我娘做得对，我爹就是个大逆不道的糊涂虫，他该死。可我如今才明白，是我娘错了，是我娘错了。这大清的天，简直比锅底还要黑呀！这百姓就该反！住口！住口！龙大人，你听见了吧？你看见了吧？此人果然是前明的余孽呀！他勾结山匪，打劫官府的库银。即便是他不招供，就冲他刚才那番说辞，本官也可以判他个斩立决！斩立决！刘大人，若不是你们软硬兼施，诱供逼供，这谢大牛又何至于恶言诅咒朝廷？冷大人啊，这2位，一个是您的贴身丫鬟，一个呢是您的贴身护卫，算起来也是您的奴才。可是你今天看看，他们2个竟然敢在公堂之上对本府出言不逊。龙大人，你平时对你的手下是不是未免太放纵了一些啊？刘大人，
这公堂之上虽应分尊卑，但更应该论国法。你这个审案的手段，的确让人无法苟同啊！龙大人，这说起来，你虽然乃是一个奉旨办案的钦差，不过是官拜五品，比起我这2品的大员来说，似乎是还低了这么几级吧。而且这圣旨上写的是明明白白，你龙大人是来办理舒总兵遇刺一案的。龙大人啊，你这干涉我地方的刑案，恐怕是不合体力吧？刘大人，下官的官职是比你低，可是你就不怕下官回了京城以后，向皇上交旨之时弹劾你吗？龙大人，皇上虽然年少，但他却是圣明的天子，我想他不会听一面之词的。龙大人啊，你这一路辛苦了，我看还是到后堂先歇息吧。待本府审完这起案子之后，再同你好好交流交流同僚之谊吧。龙大人，请随下官到后堂歇息吧。慢着，你们可知我乃是？龙大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主子，要不然您把密旨拿出来给刘大人看看吧。密旨？对啊，皇上不是给您下了一道密旨吗？让您调查舒总兵一案之时，顺便督查一下山西赈灾情况以及地方官员官风吗？哎呀，龙大人啊，实在没有想到啊，龙大人身上还有皇上的密旨啊！不知皇上的密旨现在何处啊？可否让本府看一看？这密旨？这密旨啊，让奴婢小心翼翼地藏在行李箱里了。主子，要不然您随奴婢回去取一趟吧。也好，刘大人请稍等一下，下官这就去取。那个龙大人，是否让本府派一队兵士护送啊？不必了。李护卫，你接着替本官陪审，顺便提醒一下刘大人，不要滥用酷刑啊。卑职遵命。